真欢喜今仔日当来到永福教会，来代表台神来请安。我是台湾新长医音乐教会音乐小事班的老师。今仔日我要用遮的人甲遮的代志这个题目来分享，是讲真侪新学院的故事，也会举真侪例讲出因的名。毋是要高举什么人，乃是望者的真实的故事，鼓励你，鼓励我。礼拜的情绪和平常时较无共，有较侪的回应时，希望咱会通体会话语甲音乐互相支持的力量。第一段要来分享的是来军队主马太福音第4章18到22节。耶稣行伫家己的海边，看见两个兄弟仔，就是西门叫做彼得，甲伊的兄弟安德烈，趴网伫海里，因为是讨鱼人，伊就甲因讲：来跟我，我要互恁得着人，亲像讨鱼的。因两边伫开网来对伊，对方进前，搁看见两个兄弟仔，就是西庇太的囝雅各，甲伊的兄弟约翰，甲因老爸西庇太伫船里伫捕网。耶稣招因两边离开船，带着因的老爸来对伊。对马太福音第4章，咱看见彼得、安德烈放了手头的工课来军队主。新学院有年纪真轻就立志要服侍主的青年，学生袁杰正平就义，6岁就讲伊要做牧师，12岁开始喉壳毋知原因会痛，因为脑瘤动2摆手术，因为气破空，佮动2摆手术。伊无法度正常伫学校读册，就靠自修完成检定，摕到高中的学历。伫伊短短做学生的一段时间，有一天放学的时，袁杰伫校门口邀请伊的同学孟正去教会，咱看见即个骑红色的脚踏车上。孟正附带毕业了后来读大四。孟正有真悲惨的故事，爸爸事业失败，父母离婚，含弟弟，你伫爸爸开的计程车，加做是空车，有人摕上车，兄弟才会通风头出来。孟正的老爸心情歹，每暗饮酒，发性地举刀要杀囡仔。结果孟正常常惊甲困袂去。孟正的爸爸后来吊岛自杀，20岁的囡仔替老爸办丧事。较早袁杰带伊来教会请做伊和弟弟的厝，弟弟的家。天爸正做面的爸。袁杰用大学部3年级的身份来考台神的研究所。赢过台大、政大研究所毕业的同学，摕到状元状元。孟正、袁杰伫台中的班长，伫南投的武社在牧会。咱要来唱圣诗150首的第2节。159首。兄弟姊妹，
主，天父诚做圆洁的智慧，天父诚做梦正的美。新学院邀伫各行各业已经有基础的同学来操作属灵的信仰。梦正同班的同学道人上第30位，对于台大的医学系毕业，伫台大病院受训练了后，来读新学院。真侪人问道人，啥怎你爱做医生啊？道人讲，伊其实是爱做医生，因为伊真爱讲话。病人大部分的时阵是会真乖，点点听医生的解说。但是做医生，敢若袂通照顾病人的身体，信仰却袂当改变人的信仰。道人毕业了后，受派去伫花莲的寿丰，甲以凡牧师做伫同工。以凡是中间这位女牧师。以凡原本是读法律，伊的先生像拿三这位周家健老师，是美国钢琴演奏的老师，捌做过真理大学的系主任。因3个人同心伫花莲寿丰一个所在来服侍弱势的族群。今仔日台神的 DVD 最后一段的钢琴，就是周老师的琴声。因3个人认真服侍，互真侪人来祝福因即个所在。前2年 NBA 球星林书豪拢去拜访。第2段我要分享的是用生命影响生命。开幕台护士一张无力。念着你心内无价的杯，这个杯是大神踮伫你；念着你心内无价的信，这个信是大神踮伫你的外妈罗伊，甲你的老母尤日基。我深信，这个信也是踮伫你。新学院是生命教育的场所。但是一寡同学的年纪有资格诚做其他同学的父母，也真正有母子母女档。若是肉体外面互相连结的一家人，伫新学院做伙受造就，信仰生命3结连，有个严重成功感的排华来读新学院，伊读台大外文系的独生囝郑翔，是因兜第1个信主的。伊带爸爸妈妈信主，伫妈妈做成学生了后，郑翔也来台神。更较趣味的是郑翔高中的教务主任林伟老师，退休了后，嘛才做台神的新学生，师生并做同班的同学。凯佳甲盛文拢是牧师囝，凯佳的爸爸妈妈南神毕业，盛文的爸爸妈妈台神毕业。牧师囝愿意接受主的呼召，是极其大的稳定。咱看见志愿去平湖7里的2个人，活出信命，活出认真，做儿童甲青少年的好朋友。咱敢通想象，7里教会已经将新圣诗跪头教会唱2遍啦，新的礼拜堂嘛已经起好。前总会议长，即马台北南港教会的柯牧师，2位查某囝，海耶稣的囝婿，甲牧师娘，相时来读研究所。牧师周间若要看到遮个人，就一定爱来新学院，才会通看到某囝。我真爱看即家人的互动。毕业典礼，院长奖、董事长奖、论文奖、
拢因兜摕去。伫新学院，听听有一站时间，就会有某一间教会兄弟姊妹集体来读新学院。差不多都是10个人左右。举例来讲，我家己做新学生的时阵，我的母会台北公馆教会是安尼。这10年，伫台神有台北相连、台中中和教会，甲拄开始分享的元节甲梦正的教会，伫三重埔的三公教会。顶个月，我带先生去三公观摩公寓式，咱讲 apartment 的教会，伫价钱、劳工、劳工的环境，三重埔一个较复杂的环境，却真正有信命力。咱看到的这对姊妹，特别的是台神即马的生活主任恒荣牧师，正名是伊的妹妹，今年毕业的恒真传道，转去三公做传道。中远这位嘛是三公出身的牧师慧如牧师，甲恒荣牧师自细汉做领导啊，因伫新学院嘛是同班的交流。慧如即马伫个精兵协会负责宣教的事工。三公即马的青年牧师杨豪是相连教会出身的，高中的时阵真调皮，听讲用树泥糖、口香糖将老师的轿车的钥匙孔甲固起来。今仔日，伊是伫三重埔做国中的生命教育、生命辅导，带真侪少年人信主。然后去澳洲读册的时阵，伊的妈妈每天拢来外西替伊祈祷，伊的性命长寿180度。这个家庭除去伊的哥哥、伊的姐伯、姐姐、姐伯兄妹，拢做牧师。伫台北木山的一间大学叫做建大，这个团体出真侪牧师，拄下任的新竹圣经学院院长，目前华神的教务长、院长、延伸部的主任，台神牧会管部的主任，甲阮拢是正大前学期的校友。台神这20年来，对正大毕业的学生超过20名。我捌一位读经济学的学生讲，你若继续做精算师、做基金经理人，你会当趁真侪钱。伊甲我应，老师，我要替主探忙，我要替主赚人。伊是第一代的信徒，嘛是因兜唯一一位的信徒。福音的第一线是地方的教会，台东新港教会是教会公告的101新培岗一领因领日介绍的特色的教会。正大社会系毕业的名师，伫新港服侍，伊所做的工，比我遮会徛伫乌邦前的老师搁较有花有目屎。靠海庄脚的小教会，资源真欠缺，却是用信心的眼光鼓励人工，互新港真侪宣教人才的输出工，将宣教的人才送出去。若毋是圣神感动做工，一间40通人2/3拢是中辈的小教会。较袂通承担国内国外的宣教事工，每一位受呼召的人，拢有感动人的故事。
这个故事互相激励，互相行院，成做塑造信命的所在。这也提醒咱着大成有信命，才会通分享信命。但是毕业的高兆新牧师就开始转去屏东，和爸爸做阵服侍，同一间教会。伊的爸爸退休了后，伊继续伫屏东一间民和教会在带青少年。伊写一首歌叫做《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》，咱们这里来听。这首歌是华丽的。主耶稣是咱生命的模范，咱的榜样。第三段要来分享的是土的器具甲圣神的作为，伫哥林多后书第4章第7节。若是我有即号宝贝放伫土的器具，是要互极大权力做上帝的，毋是出自我。带学生去高雄举办礼拜研讨会，最辛苦的车暗时8点到，练习到11点。
困的所在有跳蚤，无法度真正休困。过两日有人下久，有人头痛，但是规日的服侍无人埋怨。迄个礼拜，互真侪人感动流目屎，学生流眼泪，连甲互看的人目眶交目屎，搁家己笑出来。来礼拜阿公阿妈讲，无来的真正是无彩。学生讲，毋是因为因特别高服侍，是因为家己知影袂合理。当土的器具愿意降服，内面的宝贝就显明出来。相信家己做到。学校去海边举办灵修会，我是有交代爱主持4样礼拜，用真侪时间准备。学生嘛牺牲因自由活动的时间来练习乐团。结果涉外聚会所在插头有问题，所有的乐器拢无法度使用。虽然有大声公，但是海风在吹，真侪角度拢听无我到底在讲啥物。伫失望中间，忽然间看见天顶有彩虹，好亲像上帝用彩虹阮证明，伊的应允是确实的。侪侪人内心得到极大的安慰。礼拜煞，学生来讲，老师，这个礼拜真感动人。虽然阮准备的音乐，我的分享拢无法度用出来，感谢主，伊家己用大自然出声，成就一切。相信这位阿美族的亚圣，看起来身体真勇，大学的时阵却意外车祸，到即马下半身、下半身也无法度振动。但是因为安尼，定心面捌主，主也引带伊面对艰难的挑战，伫全国的身心障碍运动比赛得到好的名次。也算做新学生了后，一摆下轮椅上街，伊积极乐观的生命态度，竟然互店内的人客主动来甲伊讲话，搁甲伊问讲：你是基督徒吗？即句生分人的问话，激励亚生。伊讲伊即个变调的人生，反转成做伊上大的祝福。以前虽然是学校、部落出名的人物，却无吸引人的画面，但互人看做是软弱、需要倚靠人照顾的人。颠倒转，互人欣赏伊快乐的源头对对来。阮去山顶食饭，伊的同学、遮的兄弟用光叫的方式甲伊讲起。咱不过是罪人，上帝的手势超过咱通想象，咱所求的。圣诗184首，上帝的疼痛，咱会较大。咱要进第2站。兄弟姊妹，
徒的记号，约翰福音的第13章34、35节。我用新的界面互你，就是恁着三听，亲像我捌听你，恁也着安尼三听。恁若三听，众人要对安尼知，恁是我的学生。我这几年因为用声音用真济，所以有当时也用声。有一年，一位拄入学的学生用报纸包一包真重的物仔摕互我，拍开看，原来是一罐特大号的枇杷膏。事后，我才知影送我2倍高的一个同学天使，已经有一个3岁的学生。伊的太太伫生产的过程中来过身，伊来读木会管部、木会管顾，想要学习安怎安慰帮助人。一位拄入学的新生，竟然体贴看见老师的需要。每一摆伫学校看见伫校园摒扫的妈妈，我就对真远的所在甲伊叫秀芬姐。行过办公大楼边仔的小房间，我拢会探头甲伊拍招呼。因了有伫的，伊就定定送我意外的礼物，互我对南部大气的欢乐，互我伊家己用麻油炒的咸饭，接受互人的重点，人甲人的关心自然表达。我将阮两个人的互动写做文章，摕互秀芬姐看，伊歹势个，伊讲伊毋捌字，细汉厝内真爽享，先生早过身，等囡仔结婚，伊要去读册。旧年的暑假，秀芬姐火车弄着，无法度过来摒扫。学校找到一位名叫做美丽的太太来接秀芬姐的工作。不管手头偌无闲，美丽远远看到我大包小包，一定主动走过来，将我肩胛头也是手里摕的袋仔接过去。一个人家己一个人拼学校，真侪高兴，连锁。大粒汗、细粒汗，却是永远笑面。学校最近嘛来一个守卫，名叫做小秋。每一摆我经过校门的时阵，伊拢会伊手拍招呼，讲陈老师早，也是讲陈老师再见。伊的招呼，互我的心情灿烂起来。毋是敢若对我亲切，学生的囡仔拢真爱找小秋。食暗顿的时阵，遮个小朋友伫餐厅外面挖大路的所在咧佚佗。小秋就顾伫门口，徛几点钟，惊伊去互车弄着。小秋顺校园的时阵，举迄个手电筒顺校园，一群囡仔对伫遐后面。是真水的一幅图。咱三听，因为上帝先听咱，听人是对听上帝来。出于这款信仰的感动，咱才有够力的气力去听人。我真喜爱第3世纪的神学家布果斯丁的一句话讲：听，并且通过你的生活表达听。咱若真正认捌上帝是听，咱就会愿意去听，愿意去听。德国的神学家汤姆话讲，咱就来先和上帝建立关系，咱才会通进一步甲人建立关系。落尾我举的3个例，其实因拢毋是基督徒，但是因单纯用心对待人。是毋是
搁互咱一遍一摆就提醒，彼此相听是运动的记号。新鲜诗523首的歌词讲，有听的所在，上帝就同在。小乐队要带咱来默想。第5段要分享的是轮到我，甲我的家。约书亚记24章15节。若是你掠服侍耶和华做有好，今仔日应着因恁所要服侍的，轮到我甲我的家，我决断要服侍耶和华。咱看一个 PPT 顶面遮个名，遮个新航医学生的名，咱就知影父母对因的期待。做鼻癌治疗的志总来读新航医，带口罩参加学校的献歌队。下课了后，志总将口罩摕落来，互我看伊的面，亲像孙悟空，一片乌气。过几个月，癌刷去到肺，脑也发现2粒瘤，电疗、化疗做连来，只好休克。我去病院看志总，拍开门，看见伊13岁的查某囝，头徛伫爸爸的肩胛头，自然讲笑，因性亮的表现，互我佩服。2008年的5月，雄雄伫学校的图书馆看见志总，原来伊病院请假来做义工。伊知影伊所剩的日子无久啊。8月初，学校拄完成招生考，却传来志总过身的消息。听到志总的太太替伊奉献20万予学校，因为迄年阮学校有真大的欠缺。佮听讲，伊也为着一间弱小的教会奉献1笔钱，我内心真激动。志总的囡仔像恁看见的，一个13岁，一个12岁，这是因去参加教会兄弟的结婚典礼，拢了细汉。这个人竟然先看见别人的需要。5年前，教会公布的头版报道，15
15岁的简言如得到德国纽伦堡发明奖的银牌银牌。我请店主会问志忠的太太：，这个言如是志忠的囝吗？志忠的太太回馈：，伫上帝保守中，言如渐渐大汉，并且有上帝丰富的恩典伫伊的身上。台北中会做60周年的感恩礼拜，我指挥联合圣母殿，竟然伫300人中间，看见迄时咧读建中高字的言如，我差一点仔伫众人面前就哭出来。这是妈妈姐姐和言如参加，阁是参加婚礼的相片。言如即马是正大2年的学生。我每年拢为着交袂出学位的学生四界去募款，捌想要换一位兄弟来募款，但是因为有一段时间无互人联络，就歹势开喙，无拍算。我忽然有机会去这位兄弟的厝，食饭食到一半，主人将箸下伫桌顶，叫我的名。秀文，我为着今年新的奉献对象已经祈祷一段时间啊，我要替教会音乐硕士班来奉献100万做奖学金。伊接着讲，就帮赞有需要的动物，毋免有任何的条件。得到这笔奉献，好亲像做面梦，奇妙啊！我讲袂出嘴的愿望，上帝也感动这位兄弟。对各种各外的事就有学到。这位兄弟是向澳洲做生意的，这几年因的订单减6成，但是因要继续咧奉献。伊今仔日嘛去一个所在做见证，虽然看起来上帝伫事业顶面有互伊甲伊祝福，但是伊的身躯嘛拄着真侪的面向，先是癌症，结果今年来伊的骹已经动7摆手术。爸母常常和囡仔讨论，因应该将钱奉献到倒一个所在。我真欣赏这个家庭。毋是欣赏一般人看会到上帝祝福的外表，是父母将欢喜奉献的信仰传予囝儿。新圣诗的310首讲，当咱要活的时阵，咱着专心学了上主，咱着尽心来服侍主。381首讲，万有受造，爱归荣光上帝。咱对圣手领受的逐项好物，咱的奉献，拢是主所赏赐的。咱不过是关键。
首歌，恁敢有真想爱唱？有无？有吼，这是克麦隆，非洲克麦隆的歌。最后一段我要分享的是，用咱的一生来回应主。以赛亚书64章的第8节。耶和华啊，但你永远是阮的爸，阮是土，你是小灰师傅，阮拢是你的手所做的。几啊年前，我甲受邀请来约翰福教会做专题演讲，我毋知有人敢有即个印象。迄个主日礼拜，一队对缅甸宣教，伫缅甸宣教，传道夫妇耀光甲伊的太太，伫即个所在分享甲献诗，我深深受感动。无想到过两年，大神阁派我来天福教会替校务文化。迄个礼拜日就亲像一早起同款，我伫遮讲道。迄个下晡，耀光对缅甸转来，伊要做领唱训练、领唱训练。搁较熟悉伊了后，我就邀请伊去台湾新学院来分享。音乐硕士班的学生小慧，即个手毕业就受感动。伊毕业了后，伊去缅甸的育幼院发亮之家去做亚健栽培的工作。几年了后，我甲耀光伫阳光的闽讯神学院教课，甲伊就是前骹后骹安尼。所以我和伊的相拄，敢是偶然偶然。我知影我的学生小慧真相处，我就想要寄4首仔互伊。伊甲我敢若讨一片巧克力，甲台湾的苏打饼干。我讲一片巧克力，老师几分钟就食了啊，所以我当然毋是敢若寄安尼。过两年的热天，我另外一位学生平芳接续小慧去缅甸的比赛。第二中这位平芳是阿嬷带大汉，成长的过程完全无父母的陪伴。缅甸育幼院的囡仔，一年中间放其他的，是过年的时阵会当摕到一个30块代票的红包。我问平芳，去缅甸看到遮尔多和伊差不多同款、遐尼艰苦的囡仔，减袂哀怨，是安怎伊的人生的路都要比别人较歹行？伊引我歹行，我就慢慢仔行。平芳结婚的时阵，我陪伊来彰化带新娘。感谢主，11月初1，2礼拜前，伊已经婚了。接续，我和我的先生嘛去缅甸学师，我教教育音乐，去一个育幼院学师。育幼院的院长竟然请我是胃肠专科的先生，去教10几岁的囡仔要安怎接生、接生，因为伊定定妈妈定定陪护去到病院，也是讲去迄个散步的所在。育幼院的学生真认真练琴，练到迄个琴键拢跳袂起来。所以趁我搁去大城阳光的时阵，我就想要替因搁买一台钢琴，旧的钢琴。落真大的雨，我的学生易水陪我去找琴。过两日，伊就要去北平一个比台湾退步70年的所在宣教。迄暗，我规暝困袂去。透早4点来到旅馆的门口，易水问老师：“你在送我吗？”我毋敢离伊伤近，我惊我家己的目屎会流出来。如今，易水嘛已经放牧啊。伊甲伊的妈妈
太太伊文团队带细汉囡仔伫缅甸服侍，咱为一个全家献身的家庭感谢主。再来看几张相片，祥美是中国南边的少数民族，用双脚行10几天的路去到缅甸，甲郑所伫个我拄仔讲的一个幼儿园大汉结婚。因捌去泰国读神学院，啊，才接续转来台湾台神修总编。无拍算，小美今年年初发现癌症，我带伊去台大病院做检查的时阵，因为我的面色较白，护理人员问讲，倒一位才是病人。结果癌症严重，腰笑、胆拢挂起来。胃甲肠也挂真大的部分，现在继续咧接受化疗。因为是20几年前台神教培音乐系的毕业生，结婚了后尽心照顾癌症的婆婆。第一胎生查某囝，9个月就做心脏的手术。第二胎生后生。小学3年发现癌症，开刀治疗的过程，因为家己的妈妈也得着癌症。伫伊真用心照顾厝内人的同时，上帝感动呼召伊，过来神学院受装备。面试迄天，因为老师讲真歹势。请温顺伊将手机拍开，放伫桌顶，因为病院讲妈妈随时有变化。无久，妈妈互主接去，伊诚做全时间的神学生。自强7个月大，就和爸爸妈妈搬去美国。大学含金住所是读心理学，伫加州的 UCLA 大学做统计员。4年前，上帝呼召伊一家返来台湾服侍，先伫台北的网教的活水泉教会做关怀游民的工作。2年了后，上帝搁一遍呼召伊，因全家搬去嘉义。自强伫家己的基督教病院的义务部做工作，因主基督命准爱伊去读神学院，伊愿意顺服。所以这个祈祷无偌久，无意中，伊才知影台南神学院的创办人巴克利牧师因带伊的阿公信主，搁替伊的阿公洗礼。伊的阿公本来想要去读男神，但是因为伤少年，所以无法度合迄个资格。所以巴克利牧师甲伊鼓励伊去读医学院。伊的阿公落尾诚做台大医学院的训导主任甲教授。落尾转来嘉义奉献北洋教会水上教会，也奉献钱栽培新学生，也奉献钱到去家己的基督教病院。自强进前毋知影这个故事，伊内心受到鼓励，上帝借着阿公的故事来回应伊的祈祷，爱伊完成阿公当年无完成的心情。咱听这么多性命的故事，在座的各位，咱要怎样写咱家己的故事？很多时，我嘛有两个学生，因伫非洲咧宣教，两位拢是入位牧师，富兰伫伊索比亚，真乃伫布吉纳法索，真乃他们逐工拢同我有联络，无久以前因有政变。所以有一段时间真紧张。上帝照伊好的意思，
来做成每一个愿意跟对伊的人，互伊会当和上帝同讲。我们是泥，主是窑匠，我们都是主手中的工作。今仔日是台湾新学院的奉献主日，再一摆感谢咱侪年来对阮的关心甲奉献。咱有感动，请咱将感动转做行动，化成行动，用祈祷，用奉献，同上帝同讲，支持奉主的名设立的学校，也是咱中间有人嘛要诚心回应主的呼召，加入我，互新学院成做政教会的祝福。咱在座的每一位，咱向主来恳求，互咱每一人伫咱的生活中，每一天，我来回应主的领导甲引导。圣诗385首，第2节、第4节、第5节，咱念要做阵来念。大利厉海，主捌出声，叫安德的对伊行，会将起日，咱来回应上帝的呼召。